歡迎收睇《離婚這回事》離異家庭子女第2集。上一集我哋提到離婚對唔同年紀小朋友有唔同程度嘅影響。今集呢，我哋就會了解離異家庭小朋友嘅實際處境。原生家庭破裂為孩子帶嚟嘅衝擊，如果唔好好處理，就係離異父母對撫養權嘅鬥爭、角色同埋界線上嘅模糊，甚至係父母單方面拉攏子女結盟、疏離另一方等等，影響父母同埋子女嘅適應，更加唔使講再婚。孩子承受更大嘅壓力，尤其同住或非同住父母之間嘅照顧同埋培育，或者孩子同繼父母之間嘅磨合同埋相處，以及繼兄弟姊妹互動等等，實在需要得到家人同埋社會嘅支援。以下係輔導室裏面孩子嘅心聲。小豆嘅父母喺佢3歲生日冇幾耐就決定離婚。爸爸離開嘅時候，佢仲喺幼稚園。起初佢每一日都問爸爸喺邊度，直到一日佢知道爸爸唔會再返屋企，往後屋企就變得好混亂。小豆有時住下喺呢個屋企，有時又住下喺嗰個屋企。慢慢地，佢發現冇人提起爸爸，佢都唔敢喺媽媽面前問。然後有一日，佢喺嫲嫲屋企見到爸爸，佢身邊多咗一位漂亮嘅姐姐。佢稍微明白，爸爸媽媽唔會再一齊。小豆每日應對住唔同嘅大人，連佢都唔知道應該依靠邊一個先至好。小豆每一次喺遊戲室，首先會走向玩具屋，佢將爸爸公仔放喺玩具屋嘅外面，而媽媽公仔同埋 BB 公仔就企得好遠咁樣喺露台上面望住。小豆每次都將故事停喺呢一度，之後跑去玩另一個玩具。下一集將會分享喺另一個離異家庭子女嘅故事，俾大家更加了解離異家庭小朋友長大後喺關係上面嘅影響。如果你對以上嘅題目有共鳴，希望查詢相關服務，歡迎你致電28101225向我哋了解更多。